威力彩共估41期了后，昨暝开出着头彩咯，有一个人独得彩金27亿。开出着头彩的地点，伫新北市三甲爱国路2号的彩券行。彩券行的头家讲，这个头彩的得主应该是一个上班族，大约是30岁左右。头家讲，伊会记得伊是用包牌的，买4组800块的包牌，拢总是开3200块，得着27亿。放炮来庆祝在深夜报道。新北市三甲爱国路即间开出连续共41期的威力彩，头彩奖金27亿，是一位大约30岁上班族家己一个人丢去的。号码好像是包牌。哦，那个号码你印象中是包牌？对，而且是我帮他拿的。这位民众买4组800块的包牌，敢若开3200块，就得到27亿，甲20派税金扣掉，阁有21亿6千万。毋那是今年上悬的彩金，嘛是第这届大彩第3悬的奖金。敢若比2015年4月台中开出30亿300万的头奖，阁有伫同一年9月台北开出28亿7千万的头奖，阁较少。为了传播喜气，彩券行到处红纸写出开大奖的好消息。网友嘛发现，这期威力彩的奖号，和已经过身的 NBA 传奇球星 Kobe Bryant 嘛有关系。包括8月23是伊的生日，9摆入选年度丰收第1队，19年获提名入选名人堂，后尾24号35岁是阿基里斯腱断去，阁有伫1月过身。网友透过科比的历史事件找出新币的巧合，不过因为含数字无法度互估算，上尾来得主根本毋是家己选号码，是用随机包牌。伫大约30岁就赚到一般人伫一世人拢无法度想象的财富。